来看这种动物号做草原杜定，这是来自非洲的外来种，差不多是80至120公分这么长。有的人是饲来做动物伴。伫咧中环呢，是有民众去捡到一只。东方所表示讲，若准无人来领，安尼就会开放予别人来领养。嘛提醒这款杜定呢，虽然讲个性是真好，也毋过若准放伫个郊外是真有可能对咱的生态造成影响，所以民众要饲进前一定爱想好清楚。 这只草原杜定看到青云人真生气，用尾流攻击。原产地伫非洲的草原杜定，有人真介意饲这种sau糖类的动物，但毛民众表示，外形看起来淡薄仔惊人，唔敢饲。我是敢啦，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那种。真的吗？爬虫类？我养2只水龟。草原其实我都无兴趣啊，伊看起来足恐怖的，啊，伊个冷血动物啊，摸起来冰冰凉凉安尼。 彰化市顶个月20，有民众捡到一只草原杜定，通报彰化动物防疫所处理。东方所表示，这种草原杜定是食肉的，体型大概是80至120公分，是台湾正普遍的宠物品种之一，会伫拜二开放民众领养。草原巨蜥它本身也是需要相当的空间，那需要合适的温度跟湿度都需要去做控制。我们在公告的时候都已经有提醒民众要有这个意愿，然后有相关的那个饲养的经验。 等民众再来评估要不要做认养的工作。彰化动物防疫所表示，sau糖类宠物这几年真受欢迎。虽望草原杜定无亲像青皮杜定遐尼高摊，但若放伫野外，嘛是真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。东方所呼吁民众饲宠物进前一定爱想好清楚，唔通头仔兴兴，尾仔冷冷。若是恶意放杀，依照动物保护法，上悬会当罚15万。记者杨思晴彰化报道。